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12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车闸台南学甲连续发生两桩枪击案，4过嫌犯计共大88枪，专案小组已经抓到人。台南地检署讯后伫昨暗申请羁押。10日凌晨发生在学甲地区的枪击案，检察官核发拘票，将郭姓嫌犯拘提到案。经讯问后，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持有枪支及子弹罪以及恐吓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检察官核发拘票，具体4过共犯到案，获讯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台南地检署强调，选举期间禁止非法行为来干涉选举，若发生一定会甲人逮捕，维护选举的这个公平正义。接下来，咱来看台中刑警大队昨抓到一个人口的犯罪集团，4个嫌犯获逮捕。这个集团涉嫌拐人去缅甸做诈骗，然配合着护警和苦毒，嫌犯内底一对兄弟啊，即马已经收押。重获自由。经本大队持续追查，发现犯罪事实明确，持拘票、搜索票将上述犯嫌查缉到案，查扣手机4支、笔电及现金新台币59万余元等赃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嫌犯小介5个受害者去国外食头路，先甲因送去泰国，搁偷渡去缅甸的 KK 园区，限制受害者的人身自由，强迫因做诈骗，然配合着互拍、互电、互关起来。目前警方已经抓到4个人，2个人已经收押。过来，咱来看台铁道路局摆尾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花莲地方法院宣判1审的结果。认定这个包商李继祥犯着过失致死、有政府采购法等罪名，判7年10个月。另外，李继祥甲移工花本好掠私煞逃走的部分是判无罪。代替主办工程师潘东义，计共是判8年10个月，这是9名被告内底判上重的。代替台路过后，弄车造成49人死亡，刑事1审部分，11日花莲地方法院宣判，被告李义雄家属法院赶紧离开。会觉得判太重吗？判决指出，包商李继祥犯过失致死，违反政府采购法，合并执行7年10个月。代替花岗丹主办工程师潘登庆，过失致死。伪造文书合并执行8年10个月，联合大地检察主任李进豪过失致死刑事业务定在不实合并执行7年2个月，移工花本好无罪。联合大地安慰人员顾问公司专案经理李义祥合作人林中清，同时营造负责人王炳和、王文礼也拢判刑。被告潘唐义身为主办的工程师，没有加以管理，甚至默认李义祥在案发当日入场施工，那跟李义祥不当的行为相互加成，而造成本案的严重事故。移工花本好甲李义祥伫肇事逃走部分无罪，不知伫现场听的家属无法度接受，花莲地检署也要告提起上诉。49条人命等于他其实才1条人命是1个多月，我相信不止我们不能接受啊，应该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李义祥肇事逃逸无罪的部分，以及被告黄文豪过失致死无罪的部分，检察官均会提起上诉。加上委任律师指出，虽然警察法院伫每一个判有罪刑度拢求客观，不过议员主张希望用杀人罪论处，后续立法院应对过失伤害等罪法定刑度受罚，家属会继续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是侪云好天，不过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阁有东半部会落雪雨面啊，西半部甲东北部的高温可能冲到32度。咱来看分图。今仔日的水汽减少，各地头天气真好。敢若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有落雨。气温的方面，西半部甲东北部的高温会到30度到32度，各地每日的低温是21度到24度。西北部的温差会较大。今仔日马祖、金门甲西北部的地区熬大雾，影响到视线。另外，桃园甲台中，阁有台南已经发布高雾特报。明仔载下晡开始，东北风就会变强，北部甲东北部会反寒落雨，一直到后礼拜3才会变作是好天。本地65岁以上，阁有0到6岁族群会使免费领快台汽车，不过因为中央阁有1亿外机的库存。
即马决定增加低收入、各中低收入户、各12岁以下国校学生，也拢会使免费领。另外，指挥中心宣布投票防疫措施，包含未提供确诊的名单予选务单位，投开票所也未受理违反纪律规定检举。为着保障弱势民众和国小学生的健康，指挥中心要扩大发低收和中低收入户和12岁以下国小学生，每一个人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有180万人受惠。在11月21号以前，那配到各校，我们会依据这个造册的这个数量，寄到县市的这个社会局或公所，再由这个县市政府再协助发放。进前中选会指挥中心是确定讲，确诊者袂当出去投票，但是外界烦恼讲，敢会有居家隔离的偷走出去投票。指挥中心阁宣布，投票入的防疫措施，包括袂提供确诊名单予选务单位，也袂伫咧投开票所示办违反隔离规定的检举。但是民众嘛是要遵守法律相关的规定，若是有违规共款会罚。可能有人怀疑他是确诊隔离中，那你可以跟卫生局去检举，那卫生局会做后续的查处之后，那再看是不是真的有违反的情节。国内新冠疫情是继续转好，11是增加20269例本土病例，62例死亡，比顶礼拜5的病例是降26.4%。另外，中国官方嘛宣布讲，放宽防疫措施，入境的人士对原本7天集中隔离加3天的居家健康监测，改做5天的集中隔离加3天的居家隔离，期间袂当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拢报啥物？先看自由时报。美国布希总统中心宣布讲，咱的总统蔡英文会伫台湾时间16暗时视讯参加这个为自由奋战的会议。蔡总统会和美国前总统布希、佮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共台。总统府表示，蔡总统会向国际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表达台湾坚定的立场。接下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嘉义布地有一个89岁阿嬷，互发现死伫厝内，好亲像是互伊46岁后生目视的，而且阿嬷规身躯拢是伤痕，死因搁爱调查。伊后生经过检察官复审了后，认为伊是涉嫌伤害伫下血亲尊亲致死的重罪，而且有逃亡的可能，向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落尾咱来看《联合报》，起案练球棍这部分的伫边境防疫渐渐放零了后。林口的中检副院长提醒讲，每要负责加上防疫放零。这个感染呼吸道疾病案例变侪变复杂，最近就有一个囡仔同烧的案例，患着副流感的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佮有肺炎链球菌等3种病毒。这也是这2年来林口中检头一个引发胸坎长龙的案例。接下来来看国民党团去告卫福部长试水员，佮疾管署署长周志豪都离这个高端疫苗。试水员和南野立委李德维一句来一句去，试水员就甲伊呛讲，啥人会先互掠去关？佮再咱来看。即马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是挺试水员，也讲李德维无应该乱用立委的言论免职权来甲人抹黑。我们2个人修恨，一定要有一个人被关。我现在看这样子，是你要准备被关的，很难说。南亚最近一直拍高端证据，这批高端疫苗保护的效益报告是由卫福部疾管署做亲手替高端补考交作业，申请到北检控告卫福部长试水员甲疾管署长周志豪道理。连一个部长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种政务官真的不配再做下去。我不希望他被关，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再做了。被救城中的血迹会这么大动作？请问是谁去告？你的问题是谁的选权有危机呢？面对国民党强烈质疑，政府护航高端试水员，硬起来讲，不是凊彩人欺负公务员，佮呛声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这2人有一人会掠去关。行政长苏贞昌10月到立院备询进程受访时，就听试水员爱李德维唔通滥用立委免职权，抹黑认真做代志基层。立委有言论免责权，讲话不用负责。但也不应无限上纲，抹黑基层公务员，抹黑认真做事的人，尤其对于科学证据、专业判断，也不应无限扭曲
而且滥用司法资源。四随员感谢苏清昌支持公务员，佮强调言论免责权毋是无站在，对政治抒发不过行为也无伫言论免责权的范围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体坛的好消息，咱台湾拍无胜区的女将陈念琴，伫亚洲无胜区的锦标赛70公斤级的金牌战，以5-0拍败泰国的对手，摕到金牌。这是伊伫亚洲锦标赛头一摆摕到金牌。咱国即届也已经摕到1块金牌，加3块铜牌。将我们欢迎中华台北。裁判宣布，伫前的这一名穿亚洲保胜区衫的台湾女将陈念琴欢喜跳起来，搁伫场中跳地板动作庆祝。这场2022亚洲保胜区锦标赛女子70公斤级金牌战，由台湾陈念琴对决穿红衫的泰国1回选手麦尼肯。今年4月泰国公开赛金牌战，陈念琴就用5-0拍败麦尼肯，摕到金牌。亚锦赛阁拄到陈念琴第一回合就先用4-1摕到领先，第2甲第3回合伊伫防守顶悬，是互对手无法度发动攻势，而且趁机会反击，连摕2个5-0。3回合加总的成绩是5-0摕到金牌。陈念琴去年伫东京奥运以外止步8强，依然创下台湾破胜区上好纪录。比赛了后，才宣告家己备战奥运期间得到癌症，后来也成功战胜癌细胞。这摆亚锦赛伊伫第2种子直接拍4强赛，最后顺利摕伊亚锦赛生涯第1面金牌，超过2019年的金牌纪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 NBA 球星，外号叫做魔术的霍华德，早暗到台湾。霍华德的头家桃园永丰的分霸，前4场的主场，要到6万张的票，伫10分钟内就卖了了。有专家是认为讲，分霸是找国外球星来行销做宣传，这手法敢有法度比应到台湾的职业篮球，这应该是更较重要的。70报美国台湾出关，要200个球迷去接机，专车到一大饭店，共款一堆球迷看到伊欢喜甲一直叫，大家开始笑 NBA 有名的球星魔术霍华德。我大概疯了一整个早上，我叫他缺氧。霍华德是有够亲切，不管当时拢笑笑，12透早就随含球队配合训练，嘛大方接受媒体的访问。I'm excited to be here. I could not wait to get out the plane to Taiwan to practice with my teammates. We had a really good practice today.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was seeing these guys. 如讲讲述 NBA 选新人时阵的状元，捌去过魔术和湖人等等7支球队，摕过5摆的拿棒王和2摆的助攻王。有看球星新手的机会，绝对爱去。阮把前4场主场要6万张的门票，10分钟都卖了了。就跟2013大联盟的球星曼尼加入2大赛季的时阵共款。在2个联盟竞争的情况之下，T1 在去年不管在进场人数还有收视率，其实表现都比 Plus League 要差了一截。那这个寻找国外的大咖球星，真的是一个最速成的方式。曼尼迄当阵时代103天效应是无继续。但昨天讲，分报在强调霍华德是承诺要拍完规矩，那着伤嘛会伫场边。篮球节的主编龚义伟嘛认为讲，霍华德的效应会慢慢冷落去，还是讲敢会当甲球迷留掉。现在觉得拽好我是一个巨星，所以进场的人想办法端出更好的菜，不管是比赛内容也好，还是联盟的整体制度也好，把这些人目光持续留在台湾的职篮里。职业运动上重要的就是关注和影响经营。顾延伟认为讲，T1联盟和分霸敢会当伫即摆小霍华德内面找到方式，会比霍华德一个人的效应更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搁倒来看新竹市的选战，民众党的候选人高虹安最近争议济，昨昏搁互亚康讲，因团队请假的助理爱甲户口的薪水，这个金额欠入去办公室的基金内底。对手林经仁和沈慧虹拢要求爱讲互清楚。民进党也呼吁高虹安着爱辞职退出选举。高虹安是反呛民进党的这个郭建明，唔通去指挥检调来办案。
是呢，在立法院，其实这一些奖惩的制度，还有我们的人事考勤制度，在立法院本身呢，它只有一句话说，是交由劳基法。所以当然，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的立委办公室都会有自己内部的管理制度。不然的话，如果同仁无限期的请假或无限期的迟到，也会造成其他同仁的困扰。所以我想，这一些所有相关的内部的管理制度，也是透过办公室内部大家一起开会来讨论出来。上次民调保持第一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搁一摆互政助理亚出，要求清病假、暑假备考薪水了后，要将备考的钱放入去办公室基金。不只是安尼，若无说饮料杯啊，才会违反内规，也要罚钱到办公室基金。互人怀疑是伊个人小金库。11暗时，伊伫夜市扫街时，搁一摆回应。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批评高虹安应该是一退出选举。高虹安请郭建明唔通只回检调司法办案。其实已经都多次对于这个事情有过许多次的发表声明。那同时呢，柯建铭委员在这个部分是持续的视而不见，然后又运用他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社群网络上的力量，持续的来对高虹安未审先判。这个审是沈慧虹的审。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임경진爱高虹安向外界解释清楚，民进党沈慧虹希望高虹安老实面对，相关记录强硬面对司法，呼吁高虹安爱实际负责，直至退选新竹市长。不过，后民进党主席郭文泰批评弟兄伤过激，沈慧虹佫回击：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民众党，我们都看到柯文哲市长、高虹安，整个大家都有相关的一个。高学历不仅是学历歧视，那现在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一个智商歧视。高虹安表示，这摆参选就是要提供市民改变的选择，也是为伊一摆机会赢落去郭建明势力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的选情，时代力量的县长候选人宋国鼎指控讲，无党籍的候选人郑东锦占国有地来起违建。不过，郑东锦这边是表示，伊只是税土地予沙石场的业者，宋国鼎根本就是抹黑。原来，国产署也强调讲，已经对沙石场的业者提告。调查不法，调查不法。大话调查不法，时代力量苗栗县长候选人宋国鼎昨日来到杜兰店统一沙石场，指控无党籍苗栗县长候选人郑东锦持有水手段真侪所在农地，涉嫌涉占3笔国有地起违建，面积超过200平方公尺，要求郑东锦出面向民众交代清楚。这个就是县民最好检视的时间点。我还是希望面对这样的争议，钟议长直接站到第一线来，跟我们所有的乡亲说明清楚。郑东锦电话表示，已经无参加沙石场的经营，持份的土地是单纯出租予合法的沙石场来使用。若是民间业者有任何违规不法，会使依照法令来裁处。时代力量指控完全是抹黑。砂石场及土地使用人设统日砂石，相关此涉不法的提告对象是行为人，再度上演犯想别人有罪，而且乱用职权。指挥办案的戏码。国产署强调，经过清查，这所在国有地业地的沙石场所有地中间有4笔侵占，已经对沙石场违法部分向苗栗地检署提出撤占国土的告诉。另外，农水需要2笔的土地，大约80平方公尺被占用，要求比照国产署的做法来办理。正式向地检署提出那个撤占国土告诉，因为我们的资料是统日占用，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盖的到底是统日还是钟东锦先生？我们会依照那个国有财产相关规定，然后采跟国产署的一致做法。郑东锦沙石场争议随着选前瓦军抛出台面，双方电影一边讲一块，要求只有交由检调来侦办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1年多，因利用伊斯兰的法律来限制女性的人权。即马竟然佮宣布讲要禁止女性去公园甲运动场。游乐园内底拢无人，只有提步枪的塔利班战士四界巡逻。自去年8月塔利班政权掌控阿富汗以来，都严格执行性别隔离政策。即马佮进一步禁止女性进入游乐园。درې ورځې مخکې امر بالمعروف راغله، زموږ مشرانو دا امر کړی دی چې زنانه دې په پارکونو باندې بندي شي او نارینه‌و ته د اجازه وي. یک مادر که اولاد خودم میاره باید از اجازه بتن که طفلای خود که باشن. برای از اینکه اولادا چی را دیدن خیلی شار جنگ زده است. باید از ساعتشان تیر شه و برن یک ساعت بشینن
دیگه آمدم زیاد توزر کردم گفت اجازه نیست پس نوسی خود خانه میبرم.昆林人普森表达不满，怨探新的禁令已经不断亲自5、6个时间。进前塔利班政府已经下令，女性出门爱包头巾、穿大袍，各有男性亲友陪伴去公园，爱伫个规定日子去。上新的规定，佫直接禁止女性进入公园甲运动场馆。台湾劝善厅务部指讲，安尼做是因为有寡人无顾性别隔离甲服装的规定。 هم یک بشر است که انسان است ما هستیم و هم حق داره به شرایط لوچ نه پوت اما چیزی که رواج افغان است Arrests of women and girls leave their home without a male chaperone. I reiterate my call for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all Afghans. Especially women and girls. 这项禁令目前好亲像只限在首都喀布尔，不过按照塔利班过去颁布限制女权的禁令来看，最后也是遍及全国。西方国家批评塔利班就限制女性权利来巩固政权。联合国是呼吁国际社会到底爱阿富汗，用具体方案帮助阿富汗人民。公视新闻纽约编译。 镜头个转来国内，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白色恐怖音乐工作坊，是邀请到政治受难者的第2代，用音乐来演奏出音乐爸母的故事。 甲查某囝做伙唱歌，作家是如希用音乐甲家己的故事，讲出伊身为政治受难者第2代的感想。他就把我叫到升旗台上去，然后就当众宣布说，这个人他叫施佩君，他念几年几班啊？他就是江洋大盗某某某的女儿。 伊报讲出来，某某某就是美丽岛事件的施明德。从细汉，施明德的查某囝这个身份，互伊有几60年的时间活伫别人的批评甲家己的忧郁内底。 另外一个政治受难者第2代詹建元唱的是因爸爸詹君芳细汉时学的歌。詹君芳伫1950年代捌加入共产党，互政府通缉逃亡。不过詹建元一直到读研究所了后，才知影这件代志。当我考上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套资本论在家里看。就我把到我旁边看我在这么认真啊，在看些什么东西，就发现我在看资本论。 他就笑了一下，他说：“这个书啊，他几十年前就看过了。” 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音乐工作坊，用歌声讲出政治受难者的故事，甲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唱歌其实就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其实因迄个前辈因迄阵去用关的时阵，嘛是。 真侪嘛是咧唱歌，用唱歌来表达心情。这个音乐工作坊已经连续办4档，今年12月伫金美人权园区也有一场，互民众会当用音乐认捌台湾历史。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清明上河图，这幅图是通人知，即嘛有科技业者将这幅图变作是飞行电影院的素材，将这个历史的名画变作是立体，互民众会使体验飞入去看古城的感觉。 飞过热烈的市集，边境大桥顶，有业者将中国北宋出名的清明上河图变作飞行剧院的体验内容。1000年之前，我们宋朝能够为什么会这么发达？为什么会科技会这么的进步？让这些历史的一些进步的一些知识，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体验沉浸式的体验，传达给这些孩子们或者是学生们这样。 伫这段的清明上河图，会使讲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业者将过去咱所看到的图片变立体，将北宋汴京当时的商业、建筑、交通的繁荣，透过声光影像来呈现，民众通坐伫飞行的椅仔，透过片也是摸顶顶的感受，体验亲身登去到古早中国京城的感觉。 包括我们清明上最重要那个虹桥嘛，那个包括虹桥下面有一船差点卡住啦，那个都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经典，然后让你身临其境，好像仙姑变化仙安呢。在故宫看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它其实是2D 的呈现。那刚刚这样整个飞进去，你可以看到很细致的汴京的一些场景啊，然后还有人物啊、动画的等等之类的。
民众嘛通换古装享受春月，业者表示会经清明上河图做飞行剧院，上主要嘛有教育的意义。这个下晡的清明上河图剧场，一届全长是20分钟，对即马开始开放到明年2月。记者电力台台北仓报道。再回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对嘉南到新竹是21度到31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1度到30度，对嘉义到屏东是21度到32度。对宜兰花莲台东是22度到30度，牛金门马祖是20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